今次去野餐，你哋帶咗啲咩啊？哇，東兒啊，你做乜帶咁多三文治啊？成袋都係喎。咩啊？人哋驚你肚餓啊嘛。係啦，醫肚要緊啊！唉，你哋淨係識得食，有冇諗過三文治係點樣嚟㗎？我知三文治叫 sandwich， 不過至於點嚟啊？三文治係一種速食食品，仲係一種典型嘅西方食品添。佢用兩塊麵包夾住啲肉、芝士同埋加埋各種嘅調味料製成嘅。食法真係好簡單，佢嘅歷史幾乎同啲麵包一樣咁古老，淨係初嗰時冇一個特定嘅名之嘛。關於三文治好似有個古仔㗎噃。好耐以前，喺英國東南部嘅一個小鎮上面，有一位好中意玩紙牌嘅伯爵，佢就係 Sandwich 伯爵啦。佢成日沉溺於紙牌遊戲當中，已經到咗廢寢忘餐嘅地步。有一日 Sandwich， 你仲打唔打㗎 ？John， 你頭先打咩啊？我唔知道，你自己睇啦。Dixon， 我仲未諗到，你等一陣啦。伯爵啊，係時候食嘢啦！你今日成日都未食過嘢啊！等一陣啦，我又唔係唔食。伯爵，繼續打，唔好理佢。不如食咗嘢先再玩啦。係嗱，我都好肚餓。唔好啦，玩多陣啦。中玩。喺僕人同朋友嘅勸告之下，於是 Sandwich 伯爵就喺台面隨手拎起咗兩塊麵包，夾住啲肉同埋菜，一邊食一邊打牌。Sandwich， 你食緊嘅嘢好唔好味啊？都幾好啦。好肚餓啊！不如我哋都試下好似佢咁食啦。都好噃。哇，真係幾好食哦，又方便。咁我哋以後可以一路打牌一路食嘢啦。咁一樣咁好食嘅嘢叫咩好啊 ？Sandwich， 不如就叫 Sandwich 啦。呵呵呵，嚟，繼續打牌。自此之後，三文治呢種既好食又方便嘅食物就開始流傳到整個歐洲大陸，後來仲流傳到去美國。而家嘅三文治已經唔再好似當初咁樣品種單一，佢已經發展到有好多嘅新品種，例如有夾雞或者火雞肉片、鹹肉、萵苣、番茄嘅夜總會三文治，有夾鹹牛肉、瑞士乳酪、泡菜蓋喺黑麵包片上面嘅蘆薈三文治，有夾魚醬、黃瓜、水芹菜、番茄嘅飲茶專用三文治等等。喺法國製作三文治嗰時，往往已經唔再用麵包片，而係改用麵包卷或者麵卷。以法國長棍製成嘅三文治，仲被稱為潛艇包。真係唔講唔知，原來三文治係咁樣嚟嘅。係呢，下次食人哋之前要知道人哋點樣嚟先得㗎嘛。此故事完。旁白黃梅芳25號，Dixon 黃秋婷23號，Sandwich 鄭綺怡33號，John 吳東儀2號，僕人陳雷20號。全過程由呢5位同學共同製作，多謝收聽。